訂閱每日一 news， 資訊話題唔會少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表示，如果中國唔喺星期二前撤銷報復性關稅，佢將會準備再加徵50%關稅，進一步升級全球貿易戰，令市場震盪。特朗普話，如果中國唔喺星期二4月8號前取消嗰34%嘅報復性關稅，美國就會喺星期三4月9號開始加徵額外50%關稅。佢仲話，中國要求嘅會談將會取消，但其他國家嘅貿易談判會即刻開始。特朗普喺社交平台上表示，尋日中國無視我嘅警告，喺原有嘅不公平關稅、非貨幣壁壘、企業非法補貼同長期操縱匯率嘅基礎上，再加徵34%報復性關稅。所以，如果中國唔喺4月8號前撤回呢啲關稅，美國就會喺4月9號加徵額外50%關稅。另外，所有中國要求嘅會談都會終止，其他國家嘅談判會即刻開始。隨着特朗普堅持推行關稅計劃，各國有唔同嘅反應。日本首相石破茂喜周一同特朗普通電話，要求重新考慮對日本嘅關稅。日本政府聲明指，石破茂強烈關注關稅可能削弱日企喺美國投資能力，並強調日本係美國最大外資來源國。佢認為兩國應該尋求互利方案，而非加徵關稅。墨西哥總統克勞迪亞·辛鮑姆表示，墨西哥希望避免對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，尤其鋼鋁產品，但唔排除採取行動。佢周一喺記者會上話，我哋傾向繼續對話，但必要時會考慮反制措施。墨西哥經濟部長馬塞洛·埃布拉德將前往華盛頓，同美方繼續貿易磋商。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示，正密切關注國際油價下跌，石油同天然氣出口佔俄羅斯政府收入1/3。發言人佩斯科夫喺簡報會上話，油價下跌同美國對多國加徵關稅有關，呢個指標對我哋預算好重要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，歐盟已準備好同美國談判，並提出工業品零對零關稅方案，但同時警告美國正準備緊反制清單。馮德萊恩喺布魯塞爾記者會上話，美國加徵關稅首先會令本土消費者同企業承受巨大成本，同時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週宣布對多國大幅加稅後，歐盟出口美國嘅產品面臨20%對等關稅，鋼鐵同汽車行業更被徵25%關稅。馮德萊恩形容，呢啲關稅引發全球市場震盪，反映美國政策出現重大轉向。